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公山高中3年的学生做公民科的测验，其中一个题目爱同学来回答美国、日本甲台湾倒一个国家的 GDP， 也就是国内生产毛业，互人估计了伤低。结果学生毋是写台湾，伊是写中华民国，怎互扣分？引发着讨论。学校回应讲，事后也是有互学生分数，因为这个测验的重点毋是国家的名，是这学生是毋是有了解国内生产毛业的概念。白纸黑字的考试单啊，用蜡笔写，要红笔拍分数，抑阁看一个真。这面下骹写中华民国，互人考起来拍一个问号。网友将这个相片翕来了，放上网络，写答案写家己国家的本名，佫被扣分数，引起讨论。两个不是一样的吗？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样。都可以，应该是相对的。应该是几分嘛？对。这个答案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目前这个时候应该两个都可以用啦。原来这张考试单啊是高雄公山高中高三公民科的考试，问的内容是倒一个国家的 GDP 上方看无，题目有写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台湾、新加坡，也有韩国。学生写的是中华民国，安尼写，该考试单的老师敢若无啥同意。打问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老师认为说学生对于题目的理解是对的，写的答案呢跟表格的资讯不一样，其实这也是一种等值的回答。本来该考试单老师无要回分数，因过学校考虑到成绩甲这个学生升大学的权利有关系，加上题目重点是要测验学生敢当了解 GDP， 也就是国内生产毛业的概念，毋是国家的名。买手嘛是回分数，是讲议员提醒同学未来爱以题目指定的内容作答，安尼才会当避免影响到成绩甲权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